大家好啊，我係 Miss Bobo。嚟緊咧輔導組咧會每個月咧都同同學咧去分享一啲嘅心靈雞湯。咁而咧今個月咧就由我打頭陣，同大家咧一齊去分享心靈雞湯喎。我哋一齊睇下今日我哋要睇嘅句子啊！不需厲害才開始，但需開始才厲害。呢句説話嘅意思咧就係無論你而家嘅能力係點都好，唔需要咧等到自己咧好犀利嘅時候先去嘗試做某件事。更加重要嘅係就我哋勇敢去開始。而不斷嘅努力咧，我哋咧會變得更加優秀。大部分嘅同學咧，入到嚟家智嘅時候咧，都參加過愛回家。喺中一嘅時候，我好記得咧，中一嘅時候咧，有好多嘅同學咧見到我嘅時候都會講 Miss Bobo 啊，我以前喺我間學校咧，我係點點點㗎，我以前咧係點點點㗎。我幾乎咧每一個同學咧都會同佢講，哦係啊，你入到嚟家智就係一個全新嘅你，我重新認識你㗎啦。咁好多同學咧都真係忘記背後，重新開始。由好曳啦，開始決定要乖；由唔讀書啦，變到想讀書；由唔敢同人講嘢，亦都開放自己咧去講出自己嘅感受；由唔識照顧自己，到學識照顧自己，甚至咧會識得咧照顧埋老師。無論你嘅過去嘅經歷係點，其實進入咗個新環境，就意味住你重新開始。最關鍵嘅就係你願意邁出開始嗰一步。所以咧，好鼓勵同學仔咧，將自己俾自己嘅標籤，同學仔或者人哋加俾你嘅標籤去攞開，唔好驚開始，亦都唔使驚怕失敗。其實咧，失敗咧一啲都唔可怕，亦都唔係證明咧你唔厲害嘅證明，而係咧證明咗你有努力嘗試嘅結果。每一次失敗咧，其實都係一個好寶貴嘅經驗，俾我哋咧更加去了解自己有啲乜嘢地方需要改進啦。所以咧，失敗一啲都唔可怕。而真正嘅可怕係你冇去嘗試踏出嗰一步。喺我哋生活上邊咧，其實有好多唔同嘅挑戰嘅，例如考試啦、比賽啦，甚至可以生活上邊咧，我哋都遇到好多細細地嘅挑戰。但係其實咧，我哋都可以勇敢去面對，唔使怕失敗而放棄。你一定咧揾到一個咧你自己嘅優勢，同埋去發揮你自己嘅潛力。開始咧嘅勇氣咧，就係成功嘅第一步。唔好俾自己框住，覺得自己我唔夠犀利啊，我唔去開始啦。但係其實每一次開始都係你邁向成功嘅一步。希望咧同學仔咧喺未來嘅你咧，或者而家嘅你都識得勇敢向前。我相信咧將來嘅你咧會好感激自己曾經好勇敢去開始過。所以由今日開始，無論你學到啲乜，無論你挑戰咗啲乜，勇踏出第一步啊！記得不需厲害才開始，但需開始才厲害。讓我哋一齊加油，迎接每一個挑戰。Thank you。